唔知你有冇發現，同香港人合作普遍更加看重契約精神，同埋更加守承諾。我親身經歷過一件事，印象好深刻嘅。之前喺香港租房，價格傾妥咗之後，有人願意出更加高嘅租金搶房源，房東諗都冇諗，依舊遵守同我嘅約定。相同嘅情況，如果放喺內地，我親眼見過唔少房東轉頭轉俾出價更高嘅賣家，先前講好嘅約定直接唔作數。咁好多人就會好奇啦，點解會有呢種差別？根源唔係在於人啊，而係在於生存嘅環境啊。香港係典型嘅移民城市，各地人群匯集，缺少盤根錯節嘅熟人裙帶關係。大家想要長久立足，只能夠依靠清晰嘅規劃、合約辦事，唔守信用，高昂嘅代價會直接影響以後做生意、生活。傳統內地屬於人情社會，長久以嚟咧辦事講究人脈關係，部分人都會認為口頭約定彈性好大，眼前嘅利益優先。但最後想講嘅就唔好以偏概全。冇邊個係天生誠信嘅，誠信呢本質係成本問題，只要違約嘅成本足夠高，無論喺邊度，大家都會自覺遵守規則。你認唔認同呢個觀點啊？